日天安部本单电视的乡下印证某头条怪嘅方言从一头总快走出来嘅，变那个闹热个精彩。今日的新竹北浦乡嘅南浦村办了一场野游灯嘅创作营，因为有位艺术家同江中人外地游客用大自然的材料向下来做过奖嘅竹灯，游客重新感受到为土地嘅能量。拿脚头那位贵姓人嘅老农民，也用自家嘅生活经验做出来马尾样嘅反挂灯一道，韩国係一定贴片。今日一天嘅南浦村变那个有彩体艺术的气氛。树那都躺喺到音乐上，炸酒灯创作让嘅好人持续上上，喜欢做乜嘅就做乜嘅。没想到落住潜水老前途大轮梯，更加叔叔起來。雖然大家跳下馬去到冇條件，不過可能呢潛水已從冇眼嘅天，可不將運素材繼續來創作。本單做好嘅黃埔燈本水都快聽嘅，不過當看得佢嘅村民並唔地址，在嗰個落去老主搭好47落去。出從天公把從乜嘅很難嘅問題出來，記得我們小小嘅面對。好的，讓住看睇戲嘅作品，馬哥和保護得都好，解釋係做嚟10點鐘就做好嘅。馬就用兩隻嘅菜單，一夾住來，喺左隻馬頭掉落去，你控水用嘅中，廣東那就唔會啦。喺睇啲做落嚟對面咧，先做隻胸脯，佢會做隻樹會掉落去。來，馬來了，來哦，馬來了。它就是用这个竹子竹笼的方式，它组合了牛跟马。那我们在迎神赛会的时候，都会用到它的牛跟马。那我就用了这个 idea 呢，就是结合夜里的南浦的概念。所以就創造了這個夜遊燈的夏令營。第一批處係用聯合大學工業設計嘅學生啊，啲做嘅都做呢做街，民眾記得好多嘅做嚟祝福人嘅老神呢。這個我們前後是採用就是原本的竹簍的造型，然後做前後的頭的作用。然後旁邊這個就是先把它就是拆成一半，然後再分開。前面就可以轉動，然後轉動它燈條只有一個方向。它燈條只有一個方向，所以它轉動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光圈的感覺。而且都是用環保素材，就是不會對環境造成什麼影響，是一個很好發展。所以帶給我們很多，就是未來駐村就是一些想法，就是像我們環境改造上都會用一些環保，就是自然的素材。天中客哪度就補，哪度就吹掉紅料都做。它整個身體使用除了含有啦稻草还有树叶，还有那个报纸，是主要的素材。对，然后我们就取用那个大自然的一些素材，然后让我们这只蜜蜂更有南浦村的特色。真的每个人都会做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大家自己对素材发展的那个有趣的状况不一样。对，这个是很珍贵的地方，对，就是这个创作营其实不是要大家做得很好看或什么，那也会看到一些阿公阿妈他们在一開始本來好像沒什麼興趣，然後後來做一做又邊聊天，然後又跟其他人這樣玩一玩，就開始自己也開始下來做了。本單冇信心嘅村民咪天天嘅起嚟，做出一件，看到你冇做背景，受到背景嘅作品，斷住咬人到啲天中下。讓我們起出嚟，天中下熱天嘅暗部樹頭，兩下上塊是為鬧熱。東古嘅故上老氣氛帶到東鬧熱，做得咪係自家三定自家出來。真的非常惊艳，因为我其实并不觉得说，有上过科班跟没上过科班的差别，主要在于心。所以我在农村里面发现很多农人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
安部石头嘅中额度，乃主堂嘅都同路嘅小上，大家什麼點出自己創作，關水冇安睇咧，係中條翁啊。專業會講，安部石頭喺南部安然此材嘅大氣草，解釋係熱帶紅樹嘅紅樹。這時候的田都有很多的水分，那也有很多的那個青蛙啦、小蟲子會在那邊。那這個時候的南埔村很舒服，尤其在晚上。那很多的來南埔村玩的遊客都不知道，我們這個時候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們是土白水手，嘟嘟，去南埔做幾個，嘟嘟，海面水上的成功中變頭，我們一定要成功，嘟嘟。阿母點都嘅阿母頭田豐嘅話入，就嚟兩千工作嘅嘢，就啱從每10點加動流年。安尼行安尼寸度吼，大家真动听啊！虽然讲动甜嘛吼，可是啊，大家安笑容满面啊吼，很兴奋，充满莫安因的发动啊。益生气啊，要种得吼动有活力啊，不然都热来参加吼啊，是咯，安尼农村动有活力动好。因为放烟在排动台地是讲条下下上了吼。好了传统的民俗技艺，了慢慢是希望讲食了的某朋友叫创业部分，能够到农村都做一变化。从土地里，很像你会感受到吸收土地的能量，然后会有创作的动力发生。亲近土地跟亲近你原本属于你的文化，你会知道自己的根应该长在哪里，你会更认識自己，你的心會更安定。藝術家羅家容易讓我從呢個一刻相互學習，用嚟摸求讓愛創意，做出一盞發啲嘅主燈，留嚟天上大女東多想想，為家當成飯。